偏乡地区少年人普遍伫外工课，老化人口占比渐渐增悬。这种情形伫山区更是明显。伫遮嘛有袂少中低收入的独居长辈，正需要社会温情关怀。为何独居长辈会当感受到温暖，而且会当安心过好年？中华吕纯阳祖师道法协会、甲后昂由冲江管理委员会特别发起关怀活动，出动80人做义工，每一天兵分3路，分别由理事长蔡明珍、主县长蔡佳宁以及驻友经主委汪玉红带队前往访视丧母猪关怀。中华吕纯阳祖师道法协会，我们在1月20号、21号2天，与欧汪右昌宫管理委员会共同举办岁末送暖、爱心守护过好年、关怀独居长辈活动。那我们在这一次呢，我们集结了工会的力量，总共有80位义工呢，来自全省各地，然后一起来参与这个活动。我们本次针对的是台南市山区，主要是做后壁、六甲、大内、南西、东山总共5个区域。那主要是山区，那也是有80位独居长辈。我们将社会大众的爱心物资亲手送到他们的手上，同时呢，我们也不是送快递送到之后就走了，不是。那我们还要陪长辈聊天，因为长辈平时呢实在是太过寂寞了。那我们在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聊天的过程当中，也会了解到是不是真正需要我们再进一步的去关怀他们。道法协会创办人蔡明汉表示，协会成立2年多来，虽然人力有限，但透过信徒，社会大众募集众人善心，为独居长辈送上温暖甲祝福，也希望透过寒冬送暖的义举，达到抛砖引玉的效果，借此唤起大众对着弱势族群的关怀。记者张秀仪采访报道。